台南是一个非常倾听青年声音的城市了。倾听青年声音，好像感觉上很容易，就是倾听青年声音，把青年朋友找过来，就是倾听青年声音。其实不是，那里面呢，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多。其实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怎么样去截取这些使用者的需求哦。那使用者的需求呢，要不他们就不知道他们的需求是什么，要不就是讲出来我们听不懂，或者是说他不会描述。所以呢，我们要一场一场办这样子的活动，然后让青年的声音真正可以到我们的市府里面，然后形成一个政策。我比较有兴趣的是，就是公共参与这个部分，因为就是我会希望让民众可以就是让声音能够出来，就是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其实是一个还蛮具有。就是蛮棒的一个活动，因为我们可以将青年聚在这个地方，一起来讨论对于台南的事务啊、台南的政策，或者是台南的未来，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他们想法是什么，把大家聚在这边一起来讨论。然后更开心的是，因为研考会的伙伴们也都在现场，所以呢，让市府的伙伴可以将民众的声音带回去，然后一起来研拟这样的政策。我觉得这样的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青年画未来，然后青年到底玩创新呢？我觉得。真的是蛮创新，就非常的感动，就是台南的一些青年事务，它有渐渐起来。那我觉得希望可以就是连接更多这个圈子里面的人，那可能大家都来参加 Open Space 啊，或是世界咖啡馆啊，各种模式都把它体验看看，可以让就是这里的青年事务的发展可以更健全，更有一套自己的系统。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其实对台南市政府，我们很多施政的这个讯息的流通，要双向的交流。其实很多年轻朋友都会来市政府的网站，或者说市长个人的脸书，留下许多宝贵的意见啊。那过去的意见很多都是在交通的问题了，因为我们是古都很多当初的城市规划的设计就是相对的，就是道路的宽度啦，或者是住宅的密集原先没有那么多，这个现在有这么多人口聚集在城区里面，自然会产生相当大的这个汉格所以说我们觉得很多公共政策的推动需要更多双向的沟通。现在很多年轻朋友，其实他们的一些公共政策的参与或是对于居家附近的生活的环境的营造，他们有非常非常多宝贵的意见。大家能够把许多议题能够丢出来，让很多好朋友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实体的参与、虚拟世界的参与都非常重要。那也期待我们借着这样的活动，我们期待来继续这样子做，能够让我们许多议题借着这样的机会浮上台面，那跟大家一起做一个互动交流。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4月15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日本3.11大地震发生至今已经11天，为了表达对台湾的感谢，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特别邀请108位日本的人气连环图画家画制签名本，并且留下予台湾人的感谢文字。台南最后一站来到台南举行，市长黄伟哲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高雄事务所的新任所长小野怡彦嘛前往参观。台日两国友谊深交，在当前当日本发生3.11大地震，台湾提供真侪援助，予日本的朋友永世难忘。日疫情期间，台南提供防疫物资，予日本友谊城市。日本也汇进420万剂疫苗协助台湾，双方互动交流非常良好。这次也表达对着台湾民众的感谢。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特别邀请日本108位人气漫画家画制特别签名榜，并留下予台湾人的感谢。展览的最后一站移师到台南市举办，有108位日本的漫画家，然后他们在他们的漫画的一个签名版。有这个当然是对台湾还有台南的一个
感谢，其实我们很不敢当啊，其实大家互相帮忙都是应该的。所以说，当台湾碰到了问题的时候，尤其像2016年0206地震的时候，日本的朋友也这个特别支援那个雷达车，来帮忙。日本朋友也特别关心台湾，而这个当台湾还欠缺疫苗的时候，日本政府也这个捐助台湾420万剂的 AZ 疫苗，能够来让台湾补充这个疫苗的量能。当然，过去包括311地震，台湾也都帮忙。那我记得前2年有一个日本的台风，那也有台南的民间人士自组一个救援队，能够自费然后前往日本来帮忙这个救援，充分见证了日本、台湾、日本大家的一个情谊。我首先感谢王市长和台南市政府对日台这些日台有今年的一系列活动给予的支持和协助，我非常感谢。这场展览结合了真侪知名漫画家签名甲感谢，也互袂少漫画迷到场找找家己的偶像作者。可以看到这一些他们漫画家特别为就是感谢我们，然后绘制这些签名版，觉得很感动，然后也很开心可以看到他们创作家，因为这边有一些也是以前就是有名的漫画，然后作者也已经很久没有画漫画了，这样，然后可以再次看到这一些角色，觉得很开心。台日友情 Always Here Now in Taiwan， 日本漫画家感谢签名帮展览，目前已经伫咧府前路文创 Plus 台南创意中心展出到17号为止。现场展出包含岛根作系列作者红间宪史、第一神拳、身川让次、城市猎人、北条司等超过100位知名漫画家的亲笔画作，活动是免费入场，欢迎市民大众遵守防疫相关的规范来看展。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中百年校庆系列活动，15号邀请杰出校友王启慧院士登来母校演讲。王医师是前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本身是生化化学领域的科学家。透过这个机会，甲学校的师生分享 COVID-19 疫苗的基本制造理论甲概念。台南一中建校100周年，过去培养出真侪各领域内底的精英。15号下晡邀请到前中央研究院院长，同时嘛是台南一中的杰出校友王启慧院士，登来到母校来甲大家演讲。身为化学佮生化专家的王启慧院士嘛，趁这个机会甲大家介绍 COVID-19 的病毒，也佮有疫苗制造的概念，佮有基本的学理。这是糖分子。那糖分子不是病毒做的，糖分子是人做的，所以我们的免疫系统看到这个橘色的部分，会以为是自己的，不是外来的，所以它不会起什么免疫反应。它藏在这个橘色里头的这个病毒的蛋白质就被遮起来了，所以我们的免疫系统攻击不到。那这个就是一个。所有人类的病毒都是这样子，我想赖平昭院士应该比我更清楚，这个所有人类的病毒都会利用寄主的这个糖化的机制，把自己的表面盖了一层糖衣，那这个糖衣就会干扰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让我们的免疫系统辨识不出来。那这个问题还有更深层的，就是很奇怪，这个被糖分子盖住的地方，它是不太容易突变。那没有被盖住的一直在突变。那我们假如设计疫苗产生了免疫反应，也要去针对没有被糖分子盖住的，它会一直突变，所以这个疫苗就会慢慢失去效果。那今天也看到了，在流感我们也看到，每年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着手来
思考这个所谓广效。广效的意思就是，你这个疫苗不只针对当时流行的应该也可以针对以后会发生的或者过去的我们才能够叫做广效。为着要庆祝建校100周，台南一中嘛伫4月16号头早9点来举办100周校庆的庆祝大会。活动会颁发第15届校友杰出成就奖等系列的活动。伫东港伊嘛6点嘛为校友来举办校友大团圆的办桌晚宴，互大家做伙互相交流，佮会当回忆伫过去在学校的时光。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今年度的自用汽车、营业用汽车以及151cc 以上机车的使用牌照税，4月份开征。民众若是缴费单放弃，会当到财税局或者是监理站申请补发，而且有几啊种的缴费管道，方便民众缴税。今年的牌照税4月份开始征收，纳税的时间原本是到4月30号，但是拄到劳动节连假的来到，延到5月3号。需要纳牌照税的范围包括一般的自用车辆，还有151cc 红牌甲黄牌的重型机车全年的牌照税，也还有营业用车辆顶半档的牌照税。另外，除了纯电动车，若是使用油电车的民众嘛，需要纳税。那个111年的那个使用牌照税已经开征了哈，它缴纳期限是4月1号到5月3号，因为我们有多元的缴税管道，所以有电子支付的那个账户那个转账哈，那信用卡还有那个活期的那个储蓄存款的那个账户的转账，另外就是晶片金融卡的那个转账，还有长期约定的那个账户转账。不过这个要2个月之前就要先来约定申办那自动柜员机的那个转账另外便利商店也可以缴纳，不过它是在3万块以下。那另外就是金融机构的那个临柜缴纳但是它的金额，它邮局是不可以做那个缴款单的所以邮局不包括在内。那另外我们还有就是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的 APP 缴税另外还有行动装置那个扫描那个缴款书上面的 QR code， 另外就是网络缴税服务网站线上缴税。另外下面这2种的话，就是地方税的那个网络申报作业网站上面查缴税，还有便利商店的那个多媒体资讯那个机的缴税呢，它要配合自然人凭证，或者是自然人行动凭证，或者已注册的健保卡加密码。那不然就是你要用车牌号码加身份证那个字号或统一编号，那工商凭证、金融凭证，那才可以在这刚才讲的那2种方式去缴纳。那因为那个便利商店的话，其实是比较方便。要是各位没有收到的话，可以在便利商店，大概在3万块以内的，我们绝大部分的车辆都在3万块以内，你可以去那个多媒体那个机上面去印那个缴款书出来，到柜台去缴纳，这是非常方便的。政府为着要减轻民众的负担，若是车主因为疫情影响或者是财务的困难，车主会当申请延期或者是分期来纳税，上侪会当延1档或者是分3档36期来纳税。车辆若是长时间无使用，嘛会当办理停驶或者是申请报废，按日来算爱纳的费用。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百年传承来到第4代黄明芳爸仔囝档做伙拍拼，除了用米糕伫国内外各大比赛得到冠军，甚至成为金马奖顶国宴的指定料理，而且伫咧推出德下米糕拍出知名度以后，嘛伫咧真空包装甲礼盒顶面下真侪功夫，咱带大家做伙来看卖。
先将流鱼炒甲入味，加上红葱头加虾米的芡芳，只是芳气已经满厝间，毋过步骤也未完，再将香菇、肉丝甲山楂倒入去做伙炒，最后淋上独家秘方，做伙滚30分钟，就成为油饭顶面的用料。也才表示，这拢是传统的手艺，爱相当高工，加上用的阁是阿公留落来鼎灶，充满古早味。台南这间100年的米糕店，虽然以米糕为主，不过10当前因为有人客拜托做油饭，好煮味风评传出去，才兼咧做。第3代黄庆丁表示，因除了坚持传统味的做法，用的是1斤200块的乌猪仔肉，敢若用料的讲究，就是甲别人无共款。毋是讲新妇足厉害，是做料够，毋是新妇厉害。哦，这是较早老岁仔人咧讲。所以我坚持着用这个理念，用岐山乌猪仔肉，加迄个鸡腿的甘蔗鸡，所以足侪人官员吃到，包括陈仲谋啦，很多大官都在我们这边吃，要送朋友，所以我们这个油饭现在做得非常好，像在这几天订了蛮多。100年的传承来到第4代，黄明峰爸仔囝做伙拍拼，除了用米糕伫国内外各大比赛当中得冠军，甚至是金马奖等国宴的指定，成为台南人的骄傲。同时推出的德喜啊米糕拍出知名度，伫真空包装甲礼盒顶面嘛下功夫，就希望将米糕甲油饭拢不断提升。用柔情美意加年年歌声来迎接未来挑战。我会去外面看，然后看人家怎么包装，然后我们再拿回来再研究，然后再更上一层楼，就是看别人怎么包装。因为现在都是大家都送礼嘛，过年3节都会送礼，然后想说看要怎么把业绩提上来。对，因为别人可以，我们也可以。对啊。虽然是100年老店嘛，是要创新。对，就是咱一定爱创新，因为大家啊用较早就是报纸包的，甲咱即摆用放手里的地下底，迄个是无同款的物件。为了将油饭的好滋味到需要的民众分享，2月27甲3月1号这2天的中昼进前拢有试食，欢迎网络预约，只要摕妈妈手册，就免费领细起来状元油饭1份。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为了消停咸水在地物产，咸水区公所、农会以及商圈发展协会，特别伫台南大湾东百货美食街推出咸水物产展，活动为15号开始到17号为止。市长嘛前往物产展的现场，推荐介绍咸水的特色美食。咸水区公所甲咸水区农会今年努力推广在地美食，就咧办理咸水薏米节、柑仔豆产物节。更透过安内糖厂影视基地的建设，举办活金港灯节、咸水风炮等知名活动，提升咸水区的知名度。这次为了推广咸水区的物产，特别举办咸水物产展，行销咸水区的好物。今天呢，我们在大圆柏这边呢，摆了一个叫做盐水在地好滋味，我们要跟圆柏碰出一个好滋味来。我们呢，今天有我们的农会，还有我们的商圈有很多摊商都也来了，还有我们的社区都一起来共襄盛举。我们今天要在大圆柏这边，尤其是疫情的这个期间呢，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产品行销给大家，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盐水其实有很多在地的好食材，比如说我们有盐水意面，我们有卤辣辣的小吃，还有我们有在地的一些松饼。还有我们农会也有一些意面，还有我们的地塔崩，好，都非常的好吃。我们希望呢，让很多游客越来越清楚我们除了我们盐水除了文化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在地美食。我们呢也希望借由今天我们在大圆柏碰出的今天的好滋味之后呢，希望大家来盐水的时候都能够找到你想要吃的东西，你想要吃的口味，然后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我们盐水来旅游。
市长黄伟哲也特别伫咸水物产展的开幕第一天，来到活动现场，向市民大众推荐各项好盘手。大家知道盐水意面已经是这5年，但是把那个盐水意面能够跟养生结合在一起，本来盐水意面就很养生了，因为它本来就是很纯粹的做笋类的对啊，但是要跟和风五行加在一起，强联手，对你的身体帮助很有帮助所以说，在现在要防疫的时候，大家特别小心。那要吃出健康，也要吃出美味。意面本来就很美味跟这和2、3、4、5和风五行加在一起这5种食材特别的好。很高兴我们这次能够邀请到这个盐水区这么多好的东西到我们台南到元百来这边做展示，让我们更多的消费者能知道我们盐水区不仅只有好吃的除了我们的意面，还有我们的番茄，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物产以外，那也可以买到其他更多更好的物产品。那我们希望说，我们所有消费者到台南到元百来能够尝鲜到更多盐水区的好东西。咸水物产展4月15到17推出咸水特色美食，包含有古早味传统意面、猪头饭、帅哥番茄干，以及高粱香肠、蜜汁肉干、糖葫芦、桑葚牛轧糖、主联龙华月光米等等。16、17两天，还有手作 DIY 教室，活动内容非常丰富，欢迎市民大众报名，家己动手制作芳泡牛轧糖以及番茄小王子吊饰。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嘉义区南势里长黄正福伫47岁首次当选里长，看到社区的志工一直点付出，非常的甘心，所以为2年前嘛开始家己制作养生的里长地卤卵，而且坚持只送无卖，长期落来已经送出超过1万粒的爱心地卤卵。长期担任一销的南势里里长黄进福，因为本身自细汉就非常的爱食地卤卵，所以伫第一摆当选里长以后，看到社区内面的环保路人志工无求回报的咧为大家付出，感到非常的甘心。所以除了提供家己的厝予志工因使用以外，经伫2年外的时间，不断用家己做的养生里长地卤卵提供予因者。并保持着敢若送外卖初衷，实在非常的大心。其实发现了很多一些团体，尤其像我们嘉义这些，有些默默在付出的一些社福团体，那看到他们这样子，我想说，我的茶叶蛋受到这些志工大哥大姐那些长辈们的肯定，我就想说，那我也亲手来煮这些茶叶蛋，那也分享给我们这些地方上的社福的团体像我们这边有一个以林之家那里面有很多的小朋友我的蛋刚好也蛮受小朋友的喜爱，然后我就亲手也一样就煮了1锅蛋，分食了给我们这些地方的社福单位这样子。里长自家己爱食到开始，慢慢愈来愈会晓做地卤卵。黄里长表示，每一个月提供大约是500粒的地卤卵，累积2档外的时间落来嘛超过1万粒。长时间落来虽然嘛是一笔开销，但是里长表示，一粒地卤卵会当传达的是满满的人情味，同时嘛会当回馈予遮的辛苦的志工，表示一寡小小的心意。只要有能力，里长地卤卵会一直供应落去。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4月1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